隨着大灣區進一步融合，唔少香港嘅青年人都喺當地創業，把握兩地嘅優勢。不過，青年跨境創業必定係會面對社會環境、制度、文化上嘅差異同埋挑戰。為咗進一步支持青年創業，再出發大聯盟同埋團結香港基金喺去年6月已經就廣州創業發表咗首階段研究報告。今年我哋再次合作，將研究範圍擴大到整個大灣區。前日青年節5月4號，我哋就發表咗香港青年灣區創業基地嘅調研報告。研究團隊走訪咗6個大灣區嘅城市，13家創業基地，訪問咗幾十位當地嘅創業嘅香港青年。我哋嘅報告分析咗目前喺灣區創業嘅痛點，提出咗10大建議，嚟到支持兩地政府可以有進一步優化創業支援體系，包括提升政策嘅銜接度，整合兩地嘅資源，並且協助企業更容易揾到商業夥伴同埋融資嘅機會。